騙徒發功都係嗰啲噓寒問暖兼老婆寶貝我愛你，攻勢就發動咗啦，但要過到最後一關先可以困佢，就係要令 Yoyo 相信一個有車有樓後生嘅靚仔會中意佢呢個阿婆。其實呢單低智能騙案咁都呃到錢，唔係因為個手法幾咁強大，而係個性器官夠大。有一次，陳樂琳 send 咗自己張 JJ 相俾 Yoyo 睇，瞬間就擊中佢嘅淫心。唯一值得稱讚 Yoyo 嘅就係佢對住東張非常坦率，佢將自己嗰種荒淫同極度性飢渴表露無遺。佢望住張 JJ 相發出嗰種哎呀哇！將呢啲鹹濕聲做到繪形繪色，須知道普通人鹹濕係發唔出呢啲淫聲㗎，係一定要鹹濕到極致再上埋腦先至會有呢啲聲。哈！等陣先，今條片講一單好特別嘅騙案，特別抵死，唔係嗰啲咁蠢㗎，咁都信抵死啦呢啲程度，而係個事主發老姣兼人格卑劣，有老人家唔做老人渣，最終色字頭上一把刀。嗱，講明先啊，今條片我係會 bring the victim。如果你係一個道德 L， 覺得俾人呃咁慘，佢一定係好人，唔追埋佢，咁樣請你馬上離開，我驚睇到你爆血管啊！指定動作，以下事件嘅描述係根據傳媒報道嘅，是咁的，一個66歲嘅鹹濕阿婆 Yoyo 結咗婚幾十年，老公仍然健在，所以阿婆係出軌㗎，只不過精神出到軌，肉體出唔到，因為對方係騙子唔係王子。呢個騙子自稱陳樂琳，有一日憑空出現 message Yoyo 溝佢，哦無啦。